博讯新闻网7月7日报道，中共政府研发制造了警用激光步枪，重量约3公斤，接近 AK-47 型步枪，采用充电式锂电池组供电。该枪的射程为800米，发射时间可持续2秒钟，可连续发射激光1000次，但在与战场上使用的激光武器有所不同。该枪射出的激光可以远程烧毁各类横幅，如果被攻击者身穿易燃布料，可能全身都会被点燃。中国访民对这款新式武器感到恐惧和恐慌，担心在维权活动中受其伤害。世界维吾尔大会代表主席多勒坤奈沙参观了东突厥散新闻中心。东突厥散新闻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卡西和该地区民间社会的知名人士对他表示欢迎，并对维吾尔事务进行了全方位的磋商，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合作，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反抗中共暴政示威游行活动正在继续。7月6日，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妇女聚集在法国，举行了为期3天的抗议中共政府对东突厥散实行的毁灭性政策，要求还原历史真相，停止镇压示威游行，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应。日本本州岛多个县市连日遭到强暴雨袭击，导致洪水、泥石流等灾难的发生。截止7月7日晚10点，已至少有49人遇难，48人下落不明，还有5人重度昏迷。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还有强降雨的可能。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至少有500吨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封锁，许多地区发布了泥石流警告。5万名自卫队成员、警察和消防人员在灾区已展开搜救工作。在巴基斯坦西北部本诺市举行的伊斯兰联合行动同盟政党议会候选人集会上，发生了一辆摩托车爆炸事件，造成7人受伤，已送入当地医院救治。北约29个成员国领导人定于7月11日至1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首脑会议。来自比利时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的数千人聚集在布鲁塞尔北火车站前，进行反对主持北约和欧盟机构的反特朗普示威活动。